班的。这我们的茶厂，我们家的茶厂。我们太和有2间茶厂都不堪使用，第1间就是这里，第2间就是油车寮那边。那时候就整个后面那个水啊、泥沙、土啊都往这边门那边灌进来，我就。太佛天气有300人的出户，白白太水过后，屋嘅很唔得有55间，有上菜危险嘅15间，也这个月主要产业茶也受到严重嘅影响。因元素路卡的茶叶本太水大黑，甚至如果吃唔到本地的茶叶体那也。这片茶园原本是在跟上面那边茶园是平行的，就滑到这边来了。高准南路卡的茶厂也放离往别个。有当时即个来，看到安尼，会去想着讲，迄个时阵吼，伫遮咧做茶，闹热滚滚，吼，人如果在佚佗的人，嘛会来甲咱参观讲咱的茶，吼，咱的茶厂，吼，咱做这安尼，感觉起来哦，迄个感觉拢真好，你知影？即个安尼来看到安尼，拢会去想着讲吼，过来的路毋知要安怎行。拄到安尼一天灾，大家拢一定要用个才能好，唔过热得还是爱过。如茶做得长吼，是去找茶啦吼，没过生活啊，对啊，没穿钱啊。有事情做吼，较唔爱安尼向东想西安尼，这样。虽然讲尽量本次家务河北乱上，太佛茶农其实蛮的轨道。风采过后，轨道茶商唔敢入到太佛买茶，使到当地的秋茶卖唔出去。茶农路上会先提升当地的茶产业。不要紧张，慢慢来，然后再泡茶，眼神不要乱飘，要专注的在你自己的茶里面。我学这个也是在重建的过程的当中一部分啊，因为这个我们也是要提升自己的茶产业，我们毕竟要到是中茶的时候，对批风嘛。贵体也北回归线环境艺术行动有驻村加艺术家。除了自我提升，还要改变行销方式。能摆台北回归线驻村的艺术家组成的莫拉克风采沙奇艺家行通联盟，希望艺术家的各种作品如做得同在民结合，透过新的艺术包装同行销茶费来改变人家的困境，行出太佛产业的路。不单止为本菜地产业行出一条新路，太佛茶农还开始次轮用对土地亲和的方式来种茶。以前也没经过爸爸水灾啊，拢认为说第三当过一片好景，种茶为生就是过好收入又嘿啦。不过爸爸水灾了山病下伊
各种安尼希望都没有了。啊，希望没有，路也不通啦哦，啊什么都不方便啊。我们一销售的一些茶叶，有无人过当年买，讲对呀，天来该种树的又好诶。当然生活一定爱啦，嘛是要生活啦。讲安尼讲，又做得生活，又做得种一些树的本后代安尼，安想法是安尼啦。太和料刀吼是88水灾有受创，嘛就爱考虑吼以后长远，应用行。然后我就想说吼，我去他想吼，我来结合生态吼，然后以这一片的茶园吼，了位的茶园吼，来做我想爱吼，去家七洲生态红茶。今日人数想要睇流失的茶叶地度，请新鲜嘅茶型，本米远吃州风茶。这真的是寻找失落的茶园。以后想说要把它做自然工法的自然茶园啊，就让它长啊随便长，就随便采摘这样子，也不喷农药，就是不施肥的，就自然长这样子。看可以做出什么不同的茶叶出来吗？土地公吼来请示，然后用瓦杯的，看我们怎么样来定这个价格会比较公道一点，让大家都会比较满意一点呐。然后对我们就等于说我们自己又可以比较可以维持我们自己生计这样子啊。